以巴局勢。上主，我哋為到住喺巴勒斯坦同埋以色列嘅居民禱告，感謝上主，讓以巴雙方達成停火同埋交換人質嘅協議，祈求上主掌管掌權者嘅心，讓雙方保持克制，徹底執行協議嘅內容，釋放人質，全面停火，並且永久結束戰爭。面對戰爭帶嚟嘅震驚、憤怒、恐懼同埋焦慮，祈求上主保護並且拯救每一位嘅居民，安慰受災者嘅心靈，醫治佢哋心靈嘅創傷，特別係兒童同埋青少年所承受嘅痛苦。求上主差派你嘅僕人，成為佢哋嘅同行者同埋安慰者。祈求上主憐憫喺戰火裏邊喪生同埋受傷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，願主親自安慰佢哋嘅心靈。祈求上主帶領哈馬斯政府切實執行減輕民眾嘅痛苦，撫平創傷，重建加沙。呢個過程可能需要幾年，祈求上主憐憫佢哋能夠盡快開展新生活。加沙地區約有230萬居民，基礎設施遭到大規模嘅破壞，祈求上主掌管以色列政府嘅心，確保協議裏邊允許大量嘅人道救援物資進入加沙，讓呢啲嘅物資能夠順利送到災民手上邊，滿足佢哋對糧食、燃料同埋藥物嘅需求。為到嚟自唔同國家嘅救援人員禱告，求上主保護佢哋，賜俾佢哋身心靈健康，使到佢哋能夠成為災民嘅幫助。為到兩地嘅基督徒禱告，祈求上主賜俾佢哋信心同埋勇氣，進入災民當中，成為佢哋嘅天使同埋上主嘅光。祈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。